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当甲大家做来敬拜上帝。下午暑假时，我捌来遮参加祈祷会，恁来记有人参加有当做。祈祷会我讲安怎无共款的祈祷，拢总到背靠有无参加才个一讲。来点仔尔，咱来较接参加祈祷会。 咱需要祈祷，教会需要祈祷。咱无祈祷时阵，啥记？咱毋知影上帝旨意啥物，咱无法度做啥物。所以咱会建立参加祈祷会的习惯。你若是无法度来嘛，无要紧，你蹛厝里做祈祷，同步祷告。我咧讲，恁了解是无？你嘛当蹛到厝里祈祷啊，有时你无法度来，咱做祈祷。老师讲，甲咱常常讲，尼祈祷会做项啥物？这时间咱做来祈祷。 无论在厝诶，无论在你店诶，无论在来教会，拢是共款，咱是一个真要紧诶。所以我今日要大家做来讲，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灵命更新。我是台湾教会更新协会诶总干事，我嘛是长老会牧师。我过去捌带双年教会、台北双年长老教会牧会，带淡水长老教会牧会7年久诶时间。啊，上帝好叫阮开始进入无共款诶后世，就是安赞。 教会、个人、家庭的改变，我家己，这是我家己的经验，这毋是一个理论，这毋是一个理论。不瞒咱4月时阵要开始这个课程，我甲大家做分享，大家小少来参加。阮所做第一项就是，来先帮咱一个人的生命来更新，个人的活命先更新到，咱要教会要复兴。 其实拢对个人开始，每一个教会振动拢是对个人开始。你个人若无振动，无可能。你讲我信耶稣，敢毋是已经拢好势啊？信耶稣对咱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所有问题拢解决了，对不对？毋对呢。吼，现在英国教会永远幸福，拢无要紧吼，干嘛呢？好啦，无即个代志啦，其实咱这是一个开始呢，咱必须对咱生命。 开始更新啦！我捌咧一个教导中间在台北，一个教导中间，我讲了一个中间一个差不多50岁的兄弟听，哪听哪也目屎，我咧教导关的迄个夫妻关系。教来伊是第2天，伊就来，伊讲我要做见证，讲好。伊讲昨我听着因牧师讲圣经所讲的迄个夫妻关系。 我才知影，我发现，我甲我的妈妈做伙去我的太太20几年久，我了做我是友好，其实我是咧欺负伊，咧压制伊，甲我的妈妈做伙咧压制伊。各位姊妹，你若听一句话，你安怎？你安怎啊？你欢喜无？欢喜甲流目屎。伊讲我迄暗。 我随甲我转去了，伊随甲伊的太太回去咧，讲请你原谅我即满才知影，我无照圣经话来对待你。伊搁敲电话甲伊2个囡仔，2个查甫囡仔，拢在读册伫外口，敲电话甲伊讲，请你原谅爸爸甲阿嬷，因为阮做歹的模样，互恁看，恁以后唔安尼。 你想这个家庭会改变无？会无啦？会。这个家庭会改变。这个兄弟是一个长老，是教会长老。如果每一个长老拢改变，教会改变无啦？会。所以这是一个课题，是帮助咱知影安怎活出圣经。我拄着一个兄姊妹，安怎讲？伊婚姻的问题嘛足大个啦，伊嘛咧教会足热心诶，是愈会接受，毋过伊婚姻问题足大，伊先就外遇诶，后来佫回头，后来阮请伊来做见证，因翁来做见证，伊做勇敢来做见证，讲牧师，其实我甲你讲，我在外遇时阵，我依然爱我的太太，有可能无？ 各位姊妹有可能无啦？各位兄弟有可能无？有，兄弟拢讲有那个，兄弟拢
我跟你讲，这是事实。我甲问我你啥啊？明明爱你，足疼你，足爱你的太太，你搁要怀疑，你啥来要怀疑？伊讲无错，我甲你讲。当我以前我在公司上班，定定受到欺负，啊，这时我心里足艰苦。我转来厝，我就甲阮太太讲，我就甲伊讲，甲伊分享讲我的心内艰苦。伊讲，阮太太吼，拢无讲第二句话，马上圣经就掀开，讲，讲就甲伊叫伊名讲，我甲你讲，咱做了读圣经，上帝话一句话，要互你得到安慰。然后就个圣经弹出来，咱做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的身心，医治伊的心，去帮助伊。伊讲，我是望伊对转来做时阵，对我的太太得到安慰。总是伊敢若拍开圣经尔，敢若牧师安尼。结果伊讲吼，我发现我毋是甲一个太太结婚。我是传了一个圣经的百科全书，伊逐项拢捌，圣经逐项拢捌，伊圣经画甲全几啊页嘞，几啊页，一页拢读过一摆。后来心就甲关起啊，伊的心无法度对伊太太得到安慰。做负责人，你爱互你的先生得到安慰，得到倚靠。咱的文化甲咱讲，你结婚时你爱倚靠你的先生对不对？哈，女人。丈夫是女人一辈子的依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啦？咱的文化是不是安尼讲？这话圣经无？无，圣经安怎讲？在地负责人，伊的身心依靠伊；才德的妇人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。所以各位姊妹，你爱互你的身心来当倚靠呢，爱互伊心得安慰呢。你若互伊转来到厝，伊若无法度倚靠你，伊心若无对你得到安慰，伊对外口另外一个，互伊得到倚靠甲安慰，你倒啊，害啊，你就完了。真的，这圣经互咱教是咱是拢一直活在咱的文化观念中间。咱信耶稣时阵，信了读圣经嘛无去活出来，因为你毋知要安怎做。OK， 咱拢活在咱的活命迄个文化观念中间。咱教会还搁在望新妇生一个囝，对不对？生一个孙，对吧？这话圣经无，毋过咱拢活在这个文化内底，夫妻关系拢活在文化内底，所有拢活在文化内底。所以你的生命无更新呢？你信耶稣了，你生命无更新啊，无上帝话来叫改变。一个人的生命来改变时，伊家庭会改变，会啊袂啊？会啊！家庭一改变，咱教会一个家庭改变时，你想教会健康无？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啊！无健康的教会要安怎发展？无可能啊！为什么要冤家啊？这个冤家，咱教会冤家无应该袂啦吼，永远拢去的教会，永远教会应该袂冤家啦，对不对？无可能啊！这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咱足侪问题拢是活在圣经的话内底。咱读圣经就是背咧，来礼拜安尼尔。咱讲来做礼拜，咱是来做礼拜，做咱来。我来，毋是呢。咱这个捌倒着一间教会，伊就是安尼，牧师毋免做伤济啦。以后你若走，我嘛做袂去。你看这是要安怎做啦？这教会要安怎发展？这毋是主的教会，所以教会若无健康，伊无法度发展。教会要怎健康？教会家庭拢健康。我讲，我做淡薄仔吼，若一个家庭出问题，我就头大啊。真处理袂了，拢处理袂了。一个家庭要怎改变？对个人开始。所以这个课程是要开始课程，其实是要对个人了解圣经的生活。圣经是要互咱活的生活，毋是要互咱背啊。毋是主要咧背金句啊，咱定咧背金句啊。咱来活出上帝话，这是一个改变，毋是要甲咱捆绑，是要咱活的方法，
上帝甲以色列人讲，这是恁的性命，这是恁的性命，毋是要甲恁捆绑，这是我听恁，互恁新的生活方法。因为恁过去在埃及做奴才，恁做奴才的时阵，恁毋知影要怎生活，因为有一个主人甲恁捆绑。今日去到迦南地，你要做主人，你要有新的观念，你莫搁用奴才的身份甲新手意念去活出主人的形态，无可能。所以恁来注意，上帝教因一项一项甲因教。 你爱施舍，你咧埃及时阵是奴才，你毋免施舍互别人，毋免，因为你拢爱靠人施舍啊。今日你去到迦南地时阵，你是主人啊，你有修行啊，你还要施舍。所以上帝甲因教安怎挂麦啊、挂稻啊，安怎甲因教，讲即区田，你若咧挂时阵，你的田你咧挂时阵，四角袂使挂，四角啥物人的？啥物人的啊？ 宋用人诶，搁啥物人诶？牧师诶，利未人啊，这拢爱互因，这是因诶，真诶。伊讲利未人这是挂高日挂有搁架骹诶，拢总迄是因诶，你袂使挂。伊安尼甲因教，你若麦啊磨起来无倒落去，袂使转去捡，为什么？迄上帝甲你捡出来诶，要互善良人，你袂使转去捡。 安尼了解意思无？这是一个生活，毋是甲咱捆绑的概念。所以恁的收入内底有一部分是送用人的，送用人的。你若无施舍，你如果没有施舍，你犯第二大的改变。疼人亲像家己，你犯第二大的改变。你无施舍。 施舍不是3分之一方面，我感觉，施舍是直接对那个人的施舍。你若无施舍，你犯第二大的改变。第一大是啥物？第一大改变是啥物啦？就是真心真意疼出你的上帝。第二大，疼人亲像家己，就是爱施舍，就是安尼尔。所以你若无施舍，你有一天你会亲像迄个财主，我互掠杀路食一块芳，共款。 你会带火烧真久哦！我毋是甲你强悍的，这圣经讲的啊，伊就是安尼啊。你会烧真久哦，所以较送养的人烧较慢，烧较紧，一下就过啊。烧了马上去甲后壁来啉咖啡，煞咧你无施舍有钱人，你甲烧较久。迄是第二大改变呢，才会记。所以上帝咧教因安怎生活。 咱做基督徒来对上帝话来学习，要安怎改变咱的生活，这是阮这个课程的目标。毋是要甲你做什么医治，有个人讲啊，这内在医治，什么内在医治，我无需要医治。当然你无需要医治，我嘛无法度甲你医治哦，真诶。到底什么？互你知影什么是上帝话，你要安怎活出来。所以查甫人是我过查甫人生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对啦。 男人要靠女人，对不对啦？查甫人细汉时我过啥？大汉我过啥？恁阿某若坐做伙，请先生较勇敢的，把头甲恁某讲，我需要我靠你。你来甲讲者，讲者啦，安尼足幸福无？我需要我靠你啊，真的。 这是圣经的话啊，这毋是我家己我明的嘛，是我的信来咯。了解吼，我无咧讲信来，我咧讲圣经。老顶嘛是共款，叫做红赛有勇气，甲恁有勇气，不是有氧气吼，有勇气，有勇气，甲恁某讲，我一生拢是我靠你，无要紧。我的心要我靠你，本来是啊。这就是真正下边啦。这圣经讲的，毋是我讲的。 咱拢活伫文化内底，掠做先生是着恁太太我过，毋对，拄啊相反。所以我就是安尼讲。所以我今日过来分享，我这个整个课程一个概念到底是啥物？第一个，灵命更新是对天父疼开始，你先领受天父疼，毋是讲你爱创啥，你爱创啥，毋是，是要甲你讲，你先领受上帝疼，迄个疼的气力，互你改变你的活命。 疼的气力，互你改变活命，毋是所谓规定啊。你无领受疼，你就无气力。
我为着我做这是因为我惊受处罚，安就毋对啊。我做这因为上帝听我，安就对啊。了解是吼？上帝讲我将这改变互你，是因我听你，我听你才将这改变互你。所以是上帝听内底，上帝为着咱安排遮尔领受遮尔好的方法的生活。恁囝若外口转来真热真喙焦，转来是你，讲妈妈我足喙焦，我足喙焦，我足热，你安怎讲？你安怎讲啦？啉水。啊？冰箱会使啉冰水，汉热袂使啉冰水，对不对？谁人袂使啉冰水？我才要啉冰水。谁人规定安尼做，我就袂互你规定。妈妈听你叫你莫热水灌冰水咧，这是规定啊？毋是，这是听你，甲你讲安怎活着健康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水在哪？水在哪？妈妈水在哪？第个，谁人放喺第个？咱就规定创啥？第个在哪？第个在哪？谁人放喺灶骹？咱就规定创啥？啊，煞就不要啉啦。谁人用杯啊？咱就规定创啥？啉水一定爱规定爱用杯啊，是无？敢袂当安尼倒咧？会啦，咱袂使。啊，谁人搁安尼倒？吹开几倒一摆，敢会较好？你安怎讲啦？你不爱啉水，你莫啉。我讲了，咱做父母的指示咱的囡仔一个得到祝福的方法，的囡仔掠做捆绑。上帝用圣经的话指示咱领受祝福的方法，这是恁获得到祝福的方法，咱该看作是一个捆绑，是一个规定。无做伊就先受气，毋对，这是毋对的。咱即摆想是毋对，迄是咱的文化规定，这规定迄。上帝是要指示咱领受祝福的方法。这上帝出来有一个大的冰箱，迄个冰箱在对，这就是冰箱，虽然破，也不是内底也不是有内容。你袂拍开，啥物都无。你袂甲伊拍开这个冰箱，伊啥物都无。你敢若当爱惨，你袂食做你买。真的啊，你上帝我安尼，咱定睛来看上帝甲咱的关系，来看圣经甲咱关系。你定咧反弹上帝，主啊，我来无，因为你不爱开冰箱。上帝话，伊要遮个话，手术你也坏，不要坏啦。会，一定会。你再甲试看下。所以是对上帝听来领受。所以讲到灵命，灵命是咧讲到关系啦。咱甲所有人的关系，咱甲上帝关系，上帝创造亚当。甲伊有好诶关系无？有，上帝搁创造夏娃，甲有好诶关系无？有，伊将夏娃甲亚当放做伙，因两个有建立好诶关系。有，因成做一体。然后上帝搁将人咪放喺伊骹诶，互伊管理。上帝用听，将伊结连起来。这就是灵命讲诶意思，是种真正实在诶关系。你甲上帝，你甲其他诶人，甲受造诶面诶关系，你将。你甲别人放入来，你甲上帝，你领受上帝听会影响别人无？会袂啦？会。你领受上帝听会影响其他受造的面无？会。别人领受上帝听会影响你无？会。上帝将咱放伫这个听的关系内底，所以上帝毋茫，咱会当活出伊要互咱的形，所以咱先了解。所以上帝毋茫咱活出创造咱应该有的形。所以上帝安怎看咱创造？第一，圣经讲，在创造世间以前，上帝已经拣选你啊；在创造世间以前，上帝已经拣选你啊。咱看《以弗所书》第1章第4节，伊讲上帝伫创立世界以前，伫基督内面拣选咱，互咱伫伊面前诚做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上帝早就有美好啊！将你拣选啊，所以早就看到你啊，所以你绝对毋免讲，主啊，你闪是袂记的我，伊袂甲你袂记的，了解吼？伊早就看到你啊，伊早就拣选你啊。但是
咱是上帝手中的工作。比如说出第1章第10节安尼讲，伊讲咱原来上帝的工作，伫基督耶稣内面做成的，要互咱行好，就是上帝规范要按咱行。即是讲，咱是上帝手中的工作，原本的意思讲是一个好水的物件，足水的。咱今日是啥物人炒花？教人炒花？有，啥物人炒花？有要求，有在遮无？啊，有人，这部花啥物人炒？毋是老板炒的吧？敢老板炒？毋是，咱有姊妹炒对毋对？啥物人会举手者无要紧啊？啊？有2个吼。4楼吧。哦，恁2人，我嘛有听到。你会晓炒花酱举手，会晓炒花酱举手，会晓炒花酱举手啦。OK， 好。会插花的请举手，来1、2、5，当你插花时，你插花插好时阵，请问你啥物做？接落甲摆去你下尾啦。袂你安怎做？先看一下，看得不适当的会怎么样？啊，这个花若感觉伤悬，你安怎？甲摕起来，佮甲伊加落对毋对？迄支花会甲你画香讲，你写创啥？对无啦？我要徛在遮，你是安怎？敢会安尼？要上帝讲，咱是手中的工作，就即意思。伊一世人拢要甲咱调整，伊看做好诶，甲你调整调整。伊要甲你调整时，你会听无？甲你教会听无？会，你欢喜会教无？这就是上帝工作意思。一世人，咱一世人拢是上帝手中的工作，伊要来调整咱。你欢喜有上帝调整无？甲隔壁人讲者好，爱欢喜有上帝调整。阿门，这是真了紧的哦。哎，上爱大家安尼讲来讲去呢，惊恁困去嘛。讲一个就困袂去啊。好，第2、第3，上帝对你一生有一个真好的目标甲号召。圣经诗篇139篇16节讲，我还未正行的体一日，目睭早已经看见你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未度过一日。你拢写伫咧册顶面，上帝将咱一生拢写伫咧，当上帝写会成就无？会啊会啦，一定会成就。甲恁爸母有关系无？无，伊袂影响你，伊袂影响你。我跟你讲，你的爸母好歹袂影响你哦。上帝要互你的物件，你的爸母无互你，伊会对别人互你无？嘿，所以你莫讲我爸母无疼我一生都无效。啊，我出身无好，我一生都无效。我讲毋安尼想，绝对毋安尼想。上帝要互你的物件，伊若写好，会记起来。伊袂做今仔日袂做明仔载会火的代志，了解吼？所以你看见上帝互你的好是啥物？你活得真欢喜，真快乐。你要看见你生的艰苦，你着永远艰苦。所以，伊要安怎活，你会当决定。上帝对你一生有水的目标甲号召。人受造诚做，上帝将人看做统治世间的王共款。创世纪第1章就安尼讲，上帝讲，咱着照咱的形象，按照咱的样式来创造人，互因管理海里鱼、天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精神甲转地，搁地上所有一切白日通大。你看下，圣经讲，咱敢若亲像王共款。上帝创造咱是王来统治这个世界。隔壁人讲的好无？你是世界王。过去是，毋是嘛？咱犯罪了就无去啊啦，咱犯罪了就无去啊啦。过去是啦，咱这以前咱是啊，上帝原来创造是咱是世界王，犯罪了就无去啊啦。这个王的形象会当摕倒转来无？会无啦？会当摕倒转来，因为有一天咱要甲耶稣做伙做王。这就是上帝拯救的方法，了解吼？伫耶稣基督咱重新做王，上帝所定的袂无去，撒旦嘛无法度破坏。所以，咱依然是王的身份，现在只是乞丐王子而已，对吧？乞丐王是不是？你捌讲的乞丐王子就是怎样？捌无啦？唔係吼，伊講，迄王子要去外口佚佗。然后化妆出去，结果变做这个只，其实伊是王呢。
你是毋是王？你的心还阁是王，所以即摆还得去食粮内底，安尼无真诶，上帝要这拢变过来，免。第二项，上帝将你刻伫伊手内，圣经安怎讲？用看我将你刻伫我的手相中，你的声像枪上伫我眼前，你的声像我定定看到你。耶稣讲我看我永远甲恁伫地，就咱出世伊都甲咱伫地，毋捌离开咱。伊拢毋捌离开咱，伊有掠着即点咯。你咧工作中间你有掠着，我虽然行去死无算无，伊犹原甲我同在。我虽然伫旷野孤单所在，伊犹原伫遐。我就是经过死亡，伊嘛伫遐。我就是经过死亡，伊嘛伫遐。这就是伊全面的信息。伊将你刻伫伊的手中，你无去。第二，咱伫上帝中反正记载啥物？圣经约翰第3章16节，伊讲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献给献属咱，互一切信的人无至到灭亡，反得一颗永远活。伊讲你看，伊疼人到安尼。上帝遮尔疼你，所以你记载在上帝眼中较啥共款？伊用耶稣甲你换过来，你眼中上帝眼中你甲记载较啥共款？甲耶稣基督共款。阿妹，这是咱应该看家己的。请你甲隔壁人讲者，在上帝眼中，你的记载甲耶稣共款。是哦，耶稣是啥物人？上帝的囝。即摆不过是乞丐王子安尼尔吼，这个我是乞丐王子，天龙翻身，真诶。好，第七就是伊这生，你的心是永远袂改变的。约翰第1章10节讲，既然接待伊，接受耶稣，就信耶稣名，伊就上帝就赏赐因，官变做上帝的囝儿。永远，上帝若你顶面认咱，永远认咱，请记。撒旦一直要将咱互咱甲上帝迄个关系一定哪来哪远，伊无法度断，伊无法度互咱甲上帝听断掉，因为这罗马人书第8章遐讲，不管天顶地生死有关联的，无一个人会当互咱甲上帝听断掉，所以咱这个关系永远伫咧，毋过呢会远会近安尼尔。咱来注意，咱中间足侪物件会拆掉咧。毋过咱免烦恼，勇敢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我要改变。因为这心无改变，了解吼？这心袂当改变，咱会记这项无？咱的文化无共款的。上帝讲，咱不管你安怎，就是你做罪人，我嘛是听你的。所以咱文化毋是呢，你若无听妈妈话，妈妈就安怎？安怎啦？你无乖妈妈就歪你，要早知嘛？拜生日，咱中会讲到即句话才举手，免举手伊叫人免。你这违反上帝话真理啦！你若甲别个迄个囡仔讲哦，违反上帝真理。伊是永远是你的囝呢，你哪会使安尼断掉？你要去搭上帝的听，无可能袂使安尼，迄是一个无条件的听。咱的文化就讲你安尼有爸爸无民主。你让爸爸无民主，上帝敢爱民主？上帝需要民主无啦？免啦。伊需要咱甲应邀无？毋免。伊应邀是完全的，你无法度加添，嘛无法度减少；你无法度互伊无民主，嘛无法度加添的民主。伊无需要咱加添的民主，咱应邀是咱得到伊的应邀呢，毋是加，像讲咱。迄报地讲，金光长条棍，随去万条，有无？因为你做了好，上帝随去加一条，会无啦？会。因为你做了歹，上帝随去减一条，会无？会。这是咱文化。咱咧做罪人时阵，伊就欢喜来亲近咱来救咱啦，毋是咱做了好。咱无来了做了好，你才有价值，你有成就才有价值。上帝讲毋是安尼，你做了歹嘛是我的囝。我查某囝吼，我原来住2年前我住台南，
阮查某囝对台南考试要去台北，迄个新庄辅仁大学读册。我要离开时，我伫甲伊讲话，伫开讲的时，我来讲一句话，讲吼，今日去了，出去了吼，不管你有发生啥物代志，拢爱倒来。不管你有发生啥物代志，拢爱倒来。你若会当解决，你家己解决；若袂当解决，你随敲电话我，爸爸尽量，爸爸妈妈拢会尽量来帮助你。不管你发生啥物代志，拢爱倒来。我甲伊讲，就是你无拄好，有心你听无？就算你不小心怀孕，你都应该回来，我不会以你为耻，我袂掠你做见下。因为这个生命，婴儿生命是上帝创造的，是神圣的，大人会做唔对，上帝袂唔对。那无拄好有心，你嘛爱转来。我袂掠你做见下，这个家庭拢永远是，这世人拢是你的。这个家庭是你的，你随时会当转来。这是上帝要互咱的。所以咱才会当有真安然、真无惊吓，袂感觉见笑来到心无做阵来领受里面较稳定，做咱随时的帮助。阿妹，莫感觉见笑，这是咱的文化。我歹势来礼拜，我毋敢见伊。毋安尼讲，就是咱有问题，搁较需要来。上帝手是百几个，你有看到？耶稣的上帝手拢定百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你做啥？要甲你问啊？要甲你问。甲隔壁人讲听无？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拢爱来找耶稣。所以上帝借着六种的关系，要来祝福咱。第一，父母的教育，互咱这个听这个养育、这个教师、这个保护，上帝通过咱世代传承，互咱领受真济祝福，一个祝福。你看，耶稣所有的领受拢真济起来，然后耶稣的迄个家谱。圣经真注重家谱，因为互咱知影上帝通过家族来显示伊的福气，咱通过亲密关系，知影咱家己啥物人。真诶，你定下甲你囡仔，定下甲伊讲，你好可爱，眼睛好漂亮，鼻子好漂亮，你嘴巴好漂亮，伊都知影伊啥物人。绝对毋通讲即句，要招灾嘛。你若捌讲即句话哦，我请你记哦，我是正式甲你讲，真正式甲你讲，你上帝是真好个人做，怎叫你赦免我？我因为受气，我甲我囡仔讲，要早早就歹势呢，叫你赦免我罪，来破除即句话对我囡仔影响。啊，你看我囡仔已经大汉啦，共款，你即马一祈祷，伊就得到伊治。阿妹，因为圣经互咱用一句讲，你若在地面上讨饭，在天顶就会讨饭。伊马上得到讨饭。你囡仔要细汉，你囡仔要细汉，啊，国中以下的哦，你就爱一困去时，你就共换手机在讲，妹妹弟弟，我妈妈捌甲讲过一句话哦，讲你早早嘛无爱生你哦，叫你赦免，我上帝已经赦免爸爸甲妈妈，你嘛爱赦免我，你是上帝显示阮上大的福气，我欢迎你来，你爱甲伊讲，对伊灵讲话，我爱讲，迄个囡仔随改变。你等于试看觅，我已经经历足侪款的、即款的、迄个见证啊，吼！关键的人物帮助咱学习成长来保护咱，文化祝福咱。通过文化，圣经讲，你对你过去文化的传统，你了解上帝，然后引出来敬拜上帝，然后通过咱生活经验，然后互咱领受喜乐甲平安。所以咱的生命，若敢若亲像一丛树啊，吼，亲像一丛树啊。安尼，上帝的话就是遐土啦，供应咱所有养分的，所以当一直入来，互咱的生命活出圣是要互咱归结出来，得结出来，就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和平，拢出来。这是上帝设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通过这样的关系、家庭。
咱的祖先，咱的亲密的关系，关别的人物，咱文化，咱生活经验，要互咱知影，互咱生出一个下上帝信仰，互咱知影，咱是受人疼的，吼，你是有接受的，你被接受的。阮查某囝高中时阵读迄个台南长隆中学啊，中年高中啊，遐有校务遐有几个牧师啊，因为校务室有诚侪牧师啊，拢捌我啊。有一天吼，阮查某囝转来，摕成绩单来，爸爸，这我的成绩单，我还是考了安怎？你家己看啊，讲我家己看啊，我就知影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你若叫你家己看，知影差不多啊。我发现，哎哟，化学讲14分啊。我讲安尼化学14分尔。我要考安尼嘛无简单嘞。伊讲对啊，我练鉛笔拢练无成功。伊讲你练鉛笔啊，袂晓讲练鉛笔啊。我讲你无读，你练鉛笔嘛无效啦。伊讲爸爸，安尼会互你足无面子无？伊校务室的牧师拢捌你，啊，知影我化学考一14分是变人，你足无面子。我甲伊讲一句话哦，我讲我的面子毋免你做，我的面子毋免你做，你嘛是我的查某囝，14分嘛是我的查某囝，对不对啦？有问题无啦？我就做啦。所以才甲恁囝无恁做，那嘛是我的查某囝。我的爱不会减少，但是你的权益会减少。哦，我的听袂减少，不过你的权利会减少。你的权利就是你袂使去看电视，甲你减，安尼尔，我的听袂减少。你爱接纳伊，有时伊就是安尼。咱有时无法度接纳咱的囡仔，甲咱无共款；有时无法度接纳咱的囡仔，无照咱爱去生活，爱小心啊，爱小心。上帝毋是安尼哦，上帝毋是安尼。互咱知影咱生命是有目标的，通过食的，互咱知影咱的生命是有目标的，咱是安全的，上较安全的，是囡仔对咱出来是上安全的。或者会当做毋对，惊咱囡仔讲做毋对无要紧，改就好；做毋对无要紧，改就好。咱台湾人吼，有一句话上歹听，下死下贱，对不对？咱基督绝对无讲这句话。感觉你的囡仔是你的见证，上帝掠你做见证无？会无啦？袂啦。上帝袂掠你做见证，伊知影咱会软弱，咱嘛了解恁个囝，知影家讲不要紧，反正不要紧，我骂他你那么笨，那么笨。阮前两日，他现在一个老师啊，有一个囝，一天有一个图，哦，啊，伊就看着欢喜甲，伊就甲伊，迄个囡仔都5、6岁尔，就甲伊讲哇，你好会画图，你足够会图哦，你足够足巧的哦。迄囡仔哦，无介欢喜哦，伊随甲应讲，所以爸爸，你以后不要说我笨。真的呢。咱无用中甲囡仔定罪啦，无用中甲囡仔定罪，甲伊定刑落来。伊当做毋对呢，你以前干嘛话毋对？你以前有没有犯过错啦？没有犯过错的举手。我想无人讲扬手了。你没有犯过错，就不可能在这里了，对吧？你毋捌做伙毋对，毋捌袂到遮，因为哪？只有一种人袂做毋对，什么人？死人啦。咱是当做毋对，互咱知影咱有价值，像耶稣共款，咱像王的价值共款。互咱知影生命是真自由的，伊从这互咱要教人安怎真自由、正确的领受祝福，毋是要甲咱分别。要咱知影，咱一生的中间，你爱了解，你是一个什么人？你是无价，你是为什么会当到遮？你在这创啥？上帝对生命一个好条，互你知影。你一生拢通倚靠上帝，耶稣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拢会当倚靠伊。安尼，你的生命真大的荣耀，你所有过节拢出来，大家看会出来，人拢看会出来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去听，甲人无共款。所以，这上帝要互咱的，不过呢，
这个疼的关系，因为罪恶了，罪带来伤害。好啊，因为犯罪有伤害阿当无？有无？有。阿当犯罪有伤害好啊无？有。拢一直咧伤害。这个伤害是一摆，换做咱，你甲别人共款，你会做会伤害囡仔无？会无啦？会，我来讲，你会做会伤害你囡仔。咱的世代做看出来呢，一代一代一直传的。别人个做伤害你无？会啊。阿某冤家会伤害其他小大弟无？夫妻吵架会不会影响伤害受到其他受到会不会啦？会啊。哪些受到会受影响？啊？恁兜的碗啦、玻璃啦、胶啊，变个摔来啦，门弄破。这拢受影响，上帝毋是安尼，所以迄个罪一摆了，你要看出来。撒旦利用罪，伫咱生命中真大破坏，伊通过咱的生活，咱人的关系、家庭真大的伤害。咱台湾人的家庭是真大的伤害，知道吗？真诶，照内政部的统计哦，遐妇幼中心的统计哦，咱差不多2天就一个人，因为台湾人2天一个人。因为家庭暴力死亡，咱看迄3岁囡仔有拍架呢，粉去烫，看3岁尔，伊安尼家凌迟，家庭对佢足大伤害，世代做影响，一代煞一代，咱有一句话：媳妇熬成。换你家死啊！一代传一代，这是咱的文化一个足大的咒诅，媳妇熬成大。过来，啥物？破裂的关系。你知咱的离婚率是咧东南亚上悬的啊，甚至是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悬的离婚率。结婚跟离婚的比例，你看嘛，2011年结婚。165317对，2010年是138819对结婚，啥人忽然增加差不多要到3万对，啥怎？2010年的结婚的数跟2011年的结婚为什么会差那么多？因为2012年是龙年，2011年大家要紧结婚，要生一个两仔囝，所以结婚的比率增加。不过离婚有改变无？无，离婚2010年是57700多对，2011年嘛是57000多对，57000多对是偌济，你知吗？甲结婚的比率。你若讲2010年138819对，离婚57000对，就是2:1哦。咱的问题真大，家庭一直无去，家庭的功能一直无去。我查某囝有一天讲，爸爸，即摆要找着好的那个什么，足无简单的呢吼，要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啊，这很不容易呢。我不要紧啊，你若有拄着，带来爸爸给内在医治就好啦。别怪啦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你加减我救一个对不对？我来关呢，真无，咱无法度改变，无法度改变，迄伤害一直来，关闭真无咧伤害。咱的观念就包括各种人，父母、老师、中职、牧师，拢是共款，拢是全民人物，包括来政治人物，拢是全民人物。迄有伤害无？有啊，你敢当信任？即摆的执政啊，对啊，啊就是绿色执政，你信任吗？你也是很难信任的，我来讲。就算绿色执政也很难啊，真的，因人心无改变，迄甲政治理想无关系，迄心的问题。真正心的问题，关闭你要真大伤害。
咱文化真大捆绑，咱文化足侪捆绑的，重男轻女就是上大捆绑。我咧讲，咱顶路会内底吼，女牧师真歹做，你知？女牧师真歹做呢，来看伊无啦。阮媳妇甲你变大，你吵阮查某囝，是来教我。这是咱的文化，重男轻女，足大捆绑。咱咧讲课中，咱才会去讲较深的，讲较济。以外真济知，拢做。咱细汉时拢是会晓家己行落去上课，即摆你讲互恁孙家己行落去上课，教无？教，是安怎？足多意外上来，拢走出来。即撒旦要通过这破坏咱甲上帝关系，破坏咱甲人的关系，这就是撒旦的阴谋了。撒旦的阴谋，就是要破坏咱，咱来注意这。伊毋是要甲咱害死无衰，会甲咱破坏一代一代传。你破坏你阿妹关，你就伤害你的囡仔，你的囡仔就伤害伊囡仔。真诶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所以你来看，这六个好的关系通过，咱会因为做撒旦通过这伤害，嫌歹的物件拢入来，一直入来，一直入来，有效无？你想要改变够哈？啊？有效无啦？有效。你想啊，我莫做，摕掉有效无？哇！因为遮下骹的物件一直搁互伊，这样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。我倒了一个教会一个真好的技术啊，足热心咧服侍啊，所以真艰苦，有一工来找我，讲伊上过课来找我，伊安尼有人讲袂知，因为我想我你今日想要来创啥？有啥物需要我帮忙你？阮若服侍就拢一工哦，一工，然后你今日是安怎要来？你想要改变啥？因为吼，我着足歹解啥物，我啥物啦，讲较简单的好无？我着拢解袂过来，我足想要改落改，我改啥啦？讲袂出来，改啥？查甫人上爱改啥？毋是改婚哦，毋是改酒，改色情。他都是那是色情捆绑。因我着嘿啦，这是啦，我讲出来好啊。啊是安怎样呢？讲我心情歹，我着要倒撇，我着落入色情内底。我咧问耶稣，是毋是你心情歹才倒撇，才是色情内底？然后啦，我问一问耶稣，耶稣提醒伊对国小1年级就开始看色情影片，因为因爸爸有色情影片咧放喺厝里，拢伫偷看，就细汉就受捆绑，毋是因为伊心情歹。了解是无？这是伊的根源，你无处理这根源，无可能改变。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伊的生命中间，因为遐个罪带来，互遐个6个关系带互伊一个真大错的关系。伊感觉，吼，伊真见笑，伊原来影响就无去啊，原来影响无去啊，伊感觉真痛苦，怎错误的观念？第一，我无够好，阮拄了一个姊妹，伊刚到遮，伊来我遐要缀着房间时阵，伊一来吼，伊无我袂介绍台偌久尔，咱2分钟来，电脑拍开啊，将伊所有的教会一切计划，啪拢显明伫电脑内底。我讲哇，你哪遮会晓呢？我拢袂晓呢。后来我甲服侍的时阵才发现，伊细汉自细汉，爸爸定来甲伊讲一句话，伊讲。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儿子。我这世人上大的遗憾就是无一个囝。伊生2个查某囝，就是要生一个囝。至到因为无生囝，在因太太面前，在因厝人面前，家族面前，赢袂去头起来，所以心不准发病。我都做人过，哪害？这个查某囡仔真勇敢，伊讲我要做互你看，要互爸爸知影，我袂输一个查甫囡仔。我不会输一个男孩子，伊的老母拢无咧做，因为看袂起老爸啊。这个查某囡仔读职业学校，搁哪趁钱读册，家己趁钱读册，到大学家己趁钱读册。咧大学趁钱读也甘无，就是做人过。暗时读册，搁因为搁帮衬伊的迄个囡仔，迄个妹妹会当搁读到高中毕业，搁大学。等于大学毕业了。有一天，伊就咧食头路啊，一工要出门的时阵，看到桌顶一碗面线，搁一个卤卵，放在上面。
伊就知影是伊的爸爸煮一碗面线，放食落卵，因为迄天是伊的生日。然后伊就坐落来，甲迄碗面线食掉，卵卵食掉。然后因爸爸嘛拢无出来，拢伫房间内底，伊嘛无入去甲伊讲谢谢，因为爸爸真少讲话，伊就徛起来行出去要去上班。伊甲我讲，我当一出门，我目屎就流落来啊！因为我的爸爸就一世人第一遍甲我做生日。即马我的爸爸知影，我袂输一个查甫囡仔。现在我知道我爸爸承认，我不会输一个男孩子。看嘛，这是咱的文化。你不够好，你若查甫就好啊。你如果是男的就好了。这是足恶质的文化，轻视所有女性。你会改变，咱活在上帝文化咱的满呢。后来，伊真努力，后来信仰说，献身做宗教者。我，即摆麻烦啦，是安怎？以前爱做互一个爸爸看到，即摆做互两个爸爸看。一个地面上，一个倒边天顶。我要互上帝阿爸天地知影，我袂输一个查甫的宗教者。你看有安尼无？有安尼无啦？有啦。伊我都甲同工好合伊无？伊眼中无形中甲查甫人指了，我要比你更好，哪有可能？伊虽然信仰说要活伫过去上来的观念内底，一点仔都无改变啊。后甲伊逼出离开教会，感觉足艰苦。伊无法度甲遐同工，伊教会的领袖同工，伊无法度足艰苦。伊离开，甲找阮，遐知影原来。我是活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内底。我虽然是宗教者，我圣经足熟的，毋过我要活在文化观念内底。我无够好，我无够好，因为我是查甫的，我毋是查甫的，所以我无够好。所以我安怎感觉？我会惊，我看了我就惊，因为我无够好啊。所以我就无得人听。我若查甫的就好啊。我一世人我都改变做查甫的，所以我无得人听。所以听一定是有条件。我若查甫的，这是我的条件。我就无得人听。所以我就无价值，我无价值，就孤单，就想否定到尾就否定家己，我是失败。这是咱的问题，咱的文化问题一直出来，才互你的想法改变。我是一个失败人，我是生命是无目标的，我袂当信任一般人。我的生命中间拢是痛苦。所以遐物件真侪就长出来，请你要来改变你。你甲这个讲莫安尼会使无？会无啦？会啊，你会使家己摕掉。会啊，你当家己摕掉。有效无？有效无啦？有效，一工了啦，嘛是一直走出来，一直走出来。你会对下面拢拢改变。人做会到，上帝做会到无？会，往上帝来改变。这是我这课程要甲大家讲。咱一世人在跑到上帝的道路、天国的道路，上帝要互咱真侪荣耀。才会做，会因为上，才会做甲上来，因为信仰所得到改变，自动改变了会啦，会无？会啦，会咱就幸福啊。有可能啊。毋过圣经敢是安尼讲？哥林多后书第5章13，伊讲一句伊安尼讲。然后人伫基督内面个新创造的人，过去代志拢演过啊，拢变做新的啊。咱讲佫需要再课程，敢需要再学习？咱敢有安尼？咱教会敢无夫妻问题有无啦？有没有夫妻问题？应该没有哦，永福教会嘛，永远幸福啊。咱教会敢无迄个大家媳妇的问题有啊无啦？无吧，应该无吧。永远幸福的教会怎么会有？所以毋是安尼啊！即个上帝讲毋对，毋是呢，即个是翻译的问题啊。我咧以色列读册时阵吼，是专门研究圣经翻译。我发现即个翻译真大问题，个误导，中文的翻译误导，真正咱的迄个想法。
原文的意思应该讲，若有人继续伫基督内面，伊要渐渐成做新创造的人，规个代志一个一个甲废掉，看新的已经开始啊，新的已经开始还无完成，咱甲伊讲已经拢变做新的啊，咱了做新的做了就拢变新的啊，啊袂咧，迄才是开始尔。你若无处理这问题的时阵，后来会出问题无？会啊，你到尾你就真艰苦啊，徛袂牢啊，走来真忝，到尾就神啊，吼！上帝要互咱的迄个荣耀，咱看会着，摕袂着，到尾真见啥？真诶，到尾也是安怎？迄个要互咱的荣耀甲英文变做咱的重担，甲你顶来。到尾就是简单来礼拜，想要坐礼拜就好，免做礼拜嘛免做，坐遐就好，来就使。心拢无法度顶当，因为你做袂到，你做袂到。我毋是讲逐个哦，我嘛是安尼哦，我嘛是安尼。我迄当阵咧谈即块问题时，有一段时间我讲罗淑伦是关系有够歹，有够歹。伊逐摆来甲我房间拢甲我骂一句讲，你做台顶上好，莫来上好。你一句就爆个人。哦，我徛喺台顶看你，我就讲。你讲安尼无？哎，若看我咧讲伊嘛足神的，就走去就准着呀，走去二楼，歹势毋是咱二楼吼。就走去啊，去讲准着，哎，讲我住喺景白度，我讲啊，你住喺景白嘛是，我莫看到你上好。我拢2个月拢歹讲话，我统计过2个月拢歹讲话。恁有法度无？啊是毋啊？我咧讲，你无想讲牧师，我捌拄伫高雄拄着一个接触伊5年，我甲伊人讲话5年哦，来教会拢牵手哦，转去拢毋捌你哦。我拄着长老咧台湾，拄着长老15年，我甲伊人讲话，2个拢是长老。真诶啊，毋是敢若牧师问题对毋对？刚才好。咱拢无问题吼，有啊，咱会感觉足见识。啊，佫有真侪问题，我讲讲座时我会讲者，我家己问者。感谢主，我会通得到机会，上即摆课程，我会加拿大上即摆课程，我感谢主，我家己开始改变。我连以前拢了解我太太唔对，都是那个女人的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查甫人啊出代志拢讲啥人唔对？那个女人不是家里的，就是外面那个女人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对对来知无？阿东，阿东嘛是安尼讲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个女人的错。所以查甫人对创始以来无啥改变，无啥改变啦，真的无啥改变。佮讲太久话啦，啊出问题拢那个女人的错，家己拢无感觉唔对。我伫加拿大，我得到医治，我感觉我领受着，我知影我家己有问题啊。我一调整咧，阮太太就改变。注意哦，我要挑战大家兄弟哦，恁有勇气来上这个课程无？你的家庭改变，你的囝儿改变，你囝儿孙就足好。这毋是我甲恁讲，是上帝话，互恁个人改变，你的家庭改变，教会就改变。阿妹，这是咱要做的目标。所以，咱犯罪生命袂因为信仰所自动改变，咱必须温存相信，伫咱生命中继续甲咱更新，这才是要紧的。毋是到已经成就啊，毋是圣经互咱讲的，咱今日所读的圣经，吼，咱今日所读的圣经，上帝叫是安尼，咱咧跑到上帝道路时阵，天国道路时阵，上帝叫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教甲圣神的更新。所以，咱所读圣经，今日所读，咱学习基督了，毋是安尼。咱信仰所来，毋是甲安尼尔。第一，咱先学习伊的道理，听伊的教示，学习伊的真理，然后第二部分来找着，通过真理来了解我家己想法有啥毋对，我行为有啥物毋对，咱拢是用圣经来做标准来看，毋是用世间人哦，才会记哦。世间人无啥标准的，只要我喜欢就有什么不可以？咱用上帝为做标准，咱用上帝来看家己。我看起家己，我欢喜谦卑，承认我毋对，我要改变无？
唔但是要行为改变，你要对心智、你的心决定拢总改变，然后才有可能穿新的衫。你若无做安尼，你的信仰说不过是甲偶像山边啊，甲耶稣偶像搁踩落去安尼尔。逐工拜拜，逐礼拜拜拜，无代志。你甲耶稣当作偶像，这是毋对的。咱心要改变，若无真正的教导对圣经来。你真正无法度改变，你生命改变时，上帝要互你诶荣耀、祝福，甲你生命配合，你就真做一个无难人。所以，阮所要教导的事实就是安尼。生命更新也是讲落在伫五个无点。第一就是学习真理，咱24课、14课来发现我家己的问题。真侪人有人甚至看 DVD， 因都改变嘞。可能欢喜甲哇，这是上帝听见，迄毋是我的信啊，嘛毋是我的理论，会记是上帝话，是上帝话改变人，阿免？甲隔壁人讲好，是真理改变人。所以学习真理，转去你旧的人，然后知影我受伤害，免怎赦免人，我犯罪犯啥物罪，我会知影我犯的是啥物罪，我会免怎得到上帝赦免。改变你生活信念，用上帝真理来改变，像咱头头讲的，阿母关系拢改变，然后诚信的人改变行为，认真建立甲人甲上帝好的关系，然后行伫伊伫的中间，继续领受丰盛的画面。所以讲到白，以后所书第4章29、20到24章，就是天命更新上要紧的一个经章，来讲。借着圣神的引传，伫耶稣基督救恩中间，除去生命中的罪甲伤害，用圣经的真理代替错误的信仰，脱离撒旦的捆绑，恢复人受创造的形象，甲上帝、甲人、甲世间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咱做来读一遍，好，我来请。借着圣神的引传，伫耶稣基督救恩中，除去生命中的罪甲伤害，用圣经的真理代替错误的信仰，脱离撒旦的捆绑，恢复人受造的形象，甲上帝、甲人、甲世间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是上阮所要讲的，用上帝话来改变。在咱的教会中间，有两种人上要紧，咱长老会两种人上要紧。第一个传教者，对不对啦？第二个呢，中一堂工，做一只。咱拢问爱牧师当做啥物款人？上好会晓传歌，佫会晓弹琴，会晓传，佫会晓讲道，佫探访，会晓祈祷，佫会晓离地赶鬼，你要叫创啥？叫做 Superman， 对毋是？你是毋是叫 Superman？ 人爱会晓。我做传教者嘛，真不忙，咱点一大工，单拢会晓，拢免我来做，晓搞，我免帮你做，我单，我晓去探访，我晓替人祈祷，单做一些物，电脑我袂晓，我电脑创好小事，咱大家做啥物啦 ？Superman， 你话这两个 Superman 哦，做伙你安怎？足 super 的，结了一个火花就出来，不是爱的火花，结了一个火花就出来。顶放顶啊！所以咱长老会内底大概有两种的形态是真问题的。牧师足强，所以中一堂工啦，来，咱要建立一个，做一个建立一个耶稣的下面教会，通常是有两种人。牧师足强，即个是领导，即个传教者，阮传教者有罪甲伤害伫内底无？有无啦？有，我无改变。中就有无？有，伊有罪甲伤害嘛，拢在内底，拢毋敢讲，但拢亮晶晶啊，拢光亮啊，都是水的，都平安了，对着拢平安。你毋知我2个月无甲你无讲话，你毋知我咧上色情网络阿妹祈祷足虔诚的，大家拢有罪甲问题拢在内底。有的传教者足强的，足强势，所以这中就拢听伊啦，对不对？毋过这个传教者袂使失败一摆哦，伊若失败一摆，规拢倒。真高雄一间足有名教会，伊牧师是倒的，拢倒。到分裂做4间教会。另外，这种形态，
中职足强，通到遮呢，拢就伊啦。开会时只有一句话，请问大家有啥物意见无？还佫有啥物意见？无意见，无意见就是我的意见。你捌对着即款无？我说台北对一间足大间的教会，因牧师开会拢讲即句话尔。请问各位中职各有意见无？无，安尼咱来祈祷散会。若有继续讲，毋是牧师咧讲，啥物人在当咱教会？中职，这出问题无？嘿，莫出问题啊！这咱问题啊！真正教会是啥物？咱讲到遮，处理家己的问题，伊俩最骄傲，甲伊做甲上海拢处理掉，伊甲耶稣基督爱个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因中职逐工爱处理的问题，咱甲耶稣基督爱个。当安尼合的时阵，是毋是真正合的？是，这才是真正合的咯。咱无处理咱问题，拢用家己做上高。我有经验，我会晓规划，我有计划，我有企业观念。牧师嘛讲我有信啊。耶稣基督讲，需要这，有需要无啦？有啦，咱无需要，毋通讲无需要。耶稣基督需要安尼，毋过谦卑家己，用伊做主。才会变做好的工具，了解吼？才拢变做好的工具，无拢咧相歹尔。安尼才会通建立一个合理教会。然后，咱所要做的，帮助一个生命改变、家庭改变、教会健康。我问谈到遮，中一两工，咱的个人会当来参加，拢开始改变，对个人开始改变，然后家庭开始改变，安尼才会当建立一个真正合理的教会。这是我方法。需要时间无？需要，毋通逐个小小来。这咱教会改变的开始，这咱教会改变的开始，决定在伫你哦，决定在伫你。所以我的课程有14课，真济，每一届咱上2点钟，上了我家做个别服饰1对1，1对1。所以为着安尼，阮通到遮拢免费，咱教会通到遮免交学费，拢免。我毋茫恁将这摕转去教会。将上帝话、真正话摕咱教会，这是咱的机会，这是咱的机会。我相信上帝开路，阮第一遍来将我正式安尼开路，真诶，阮是期待，我相信上帝引出来，搁较侪人来。所以你较早报名，因为咱有名个限制，遮侪款就我就搁加人吼。所以你咱较早报名，无外口人要报啊，吼，咱来较早报名。干事报名，咱的迄个全部内底拢有一个报名单，你摕转去家己祈祷。尤其兄弟，我鼓励你兄弟，咱要有勇气、信心，自我要去改变。我要去改变。我知影咱因为教会是真济课程哦，拢是真好课程。不过上要紧的生命改变上要紧，毋是咧学一寡技巧来听。技巧要紧，你生命无改变的，无效。我伫以色列读册时，领受圣神。我以色列读册呢，领受圣神，我感觉足奇妙。圣神的气力真大，我这样祈祷拢对。换手病得了，真看，迄个癌症总能消失掉了。我家己嘛带一个，迄阿婆的 S 型的腰哦，祈祷讲直起来讲，无输啊，我旗袍呢变短去啊，所以腰直起来啊。迄工正医生来找我，讲哪有可能？伊嘛要安尼祈祷。我读足侪册，我喺德国读册有知识，我去领受圣神的气力，有圣神的有能力，总是无改变我的生命。你记住啊，这未改变我的生命。我虽然遐尼有知识，去德国去以色列读册，虽然我领受圣神，总是我的生命还活伫我原来想法内底，活伫上眼内底，我的感觉无原来有问题。你若无改变。是互生命改变，迄圣神只会上帝会改变我。要甲大家分享，毋是一个理论，只是一个生命分享。阮做家庭要改变，你嘛会当，因为上帝比我更加听你。因为人，伊若要改变我，嘛永远改变你。阿门。咱再来祈祷。
特别上天感谢你一点啊，你有变化满在阮的心中，真对阮的帮助。虽然说，阮活遮尔久，真捌你遮尔久，叫你写俾阮，常常还阁是活的，阮过去错误的生活中间，叫你认明阮。所以阮感谢你，享受阮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个课程，对愿你帮助阮。阮有一个较无心，阮教会一个较无心，就是掠掉你互阮的应允甲祝福。那阮的家庭、阮的家族、阮的子孙，拢要因为安尼得福气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